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I 主播香香，歡迎收睇港商時評。今日嘅主題係人口老化係定時深水炸彈。港府新政話你知，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嘅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，循消費、產業、品質認證、財務保障、勞動力釋放共5大範疇，提出30項措施，由政務司副司長統籌多個政策局推動。呢個係港府首次高規格系統化推動銀髮經濟，具有重要意義。香港長者人口逐年增加，呢批人大多屬於戰後嬰兒潮，被譽為史上最富有嘅一代，坐擁龐大消費力。銀髮需求喺衣食住行以至財務、保健等各方面都同其他年齡層不盡相同，市場實有必要作出針對回應，切勿錯過商機。與此同時，香港長者勞動人口亦見增加，呢啲長者多希望兼職或者靈活返工。現時正好受惠創科嘅零工經濟，喺飲食業、託兒服務等均可以扮演更加積極角色。身為長者嘅經驗，亦都可以喺銀髮職場發揮，實現高水平兼正面嘅以老護老。當局要加強培訓長者，掌握 AI、機械人等新技術，迎合銀髮經濟發展所需。人口老化非負擔，反而蘊藏新機遇。透過消費同就業，長者可以繼續貢獻經濟、貢獻社會。動員政、商、民等各界力量，香港銀髮經濟實在大有可為，而長者樂齡生活亦都可有更大保障。呢一次嘅評論播報完畢，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